深圳溫情頤養居，以滿滿暖意呵護歲月安寧，醫養結合，貼心守護，願環頂照日收徒，比黑閒好散熱天。深圳、廣州、佛山、港澳歸僑長者注意啦！目前5000蚊起就可以入住咁好環境配套嘅高品質養老院舍。輝記咧近期考察咗深圳大鵬新區一個公建民營嘅養老項目，新開業、新體驗、新模式，再次刷新咗輝記對養老生活嘅認知。正所謂人冇我有，人有我優。項目唔單止具備咗市區養老機構應有嘅設施、場所同埋醫康護服務，更加坐擁優越嘅旅遊資源。宜居、宜養、宜遊，一個字正啊！項目咧就係位於深圳綠肺大鵬半島，森林覆蓋率近80%，負氧離子濃度係市區嘅5倍，好適合養心養肺嘅長者。而且大鵬半島125公里嘅海岸線，沿途山海、沙灘等嘅自然同埋人文資源十分豐富，好適合旅居康養嘅全齡群體。喺呢度生活嘅每一日都係城市人羨慕嘅時光。其實大鵬新區正成為深圳專屬嘅宜養新區，從2011年設區至今，交通同埋配套已經好完善。項目周邊嘅醫療、公交、餐飲、購物一應俱全，旁邊仲有一間在建嘅大型醫院。喺呢度養老生活，醫養結合，更加安心便捷。據了解，呢個山海生態嘅品質養老項目，建築面積2.3萬平，但只有300張床位，床均面積76平方，遠高於35平嘅行業床均標準，生活舒適感自然就更高品質啦。呢度嘅園區唔單止環境優美，散步歇息嘅地方都可以休閒會客。入住嘅每個樓層都有甲板式退台花園，長者足不出戶就能夠親近大自然。房間有全色老化、全南向大陽台嘅單人、雙人、3人房，以及78平嘅旅居套房，滿足從自理到失能失智嘅老人，可以短期旅居，亦都可以長居安老，而且仲設有港澳歸僑特色嘅專區。作為萬科旗下萬怡養老嘅第8個高品質機構，日常膳食、康護服務同埋文娛活動方面，輝記都係比較認可嘅。喺文娛方面有20幾項嘅活動功能室，琴棋書畫動靜皆宜。而呢度嘅伙食、營養同埋味道仲係做得好唔錯嘅。確實，對追求高品質養老生活嘅老街坊，喺融悅大鵬養老唔係退場，而係山海生態嘅品質開場。機構呢，目前仲有5天4晚嘅旅居體驗活動，不妨約個時間嚟感受下啦。如果大家想知道多啲有關退休資訊，或者邊一個城市享受退休生活，可以留言俾我。孤之有孔明，游鱼之有水也。